感謝你有興趣參加三藩市幼兒教育部嘅全民早期教育網絡。呢個視頻，我哋將會為你詳細解釋申請資格嘅要求，如何創建你喺加州勞動登記處嘅帳號，點樣提交網上嘅申請，以及提交申請後你需要了解嘅相關事項。喺深入探討具體細節之前，你需要知道加入全民早期教育網絡 ELFA 嘅過程好似比較長，涉及多個環節，而且仲有各項具體嘅要求。身為政府資助方，我哋肩負住一項責任，確保納稅人嘅錢用於滿足全市範圍內尚未得到充分滿足嘅市場需求。此外，我哋對兒童嘅健康、安全以及入讀幼兒園前嘅各項準備工作亦給予高度重視。ELFA 申請受理同質量檢驗流程，正係為咗體驗履行上述各項責任而設立。正如針對其他市政府資助嘅申請項目一樣，提交申請書並唔意味住你嘅托兒機構一定獲得資助。接落嚟，我哋深入探討申請流程嘅細節。全民早期教育嘅申請將於4月30號到6月30號期間開放。各托兒機構必須滿足5項要求，方可符合資格提交申請。接落嚟呢幾張幻燈片，我哋會逐一解釋呢啲要求。請你喺提交申請之前，確認你嘅托兒機構已完全符合所有5項嘅資格要求。如果你提交咗申請，但其中一項或多項尚未符合資格嘅要求，你嘅申請將予以駁回。有意申請加入全民早期教育網絡，需要滿足邊5項嘅資格要求呢？第一，托兒機構。家庭托兒或者係中心托兒必須要位於三藩市，持有牌照，並為0到5歲嘅兒童提供服務。第二，托兒機構必須喺加州牌照及有良好嘅持牌狀態，意味住你嘅牌照必須處於持牌狀態，唔可以處於審批或待審批臨時嘅狀態。機構入讀人數至少必須達到持牌局批准容可量嘅25%。小型家庭托兒至少需要有2名兒童在讀。大型家庭托兒必須至少有3名兒童在讀。前3項嘅要求適用於中心及家庭托兒。其他2項要求，師生比例與班組規模以及教職員資格，將會視乎托兒機構嘅類別而有所不同。接落嚟嘅幾張幻燈片，我哋會詳細解釋呢2項資格對中心同家庭托兒嘅不同之處。申請嘅信息需如實反映托兒機構嘅實況。如果你托兒機構被選中進行質量檢查，DEC 嘅項目官員將喺首次實地考察時核實托兒機構是否符合申請嘅資格要求。第4個資格要求係師生比例同班級嘅規模。呢張幻燈片顯示咗中心托兒嘅師生比例同班級規模嘅要求。托兒機構類型係中心托兒，嬰兒班嘅師生比例為1:4，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8人。幼兒班師生人數比例為1:6，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12人。學齡前班嘅師生比例為1:10，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20人。獲得州政府資助嘅 CCTR、CSPP 嘅中心托兒機構，嬰兒班師生人數比例為1:3，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9人。幼兒班師生人數比例為1:4，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12人。
學齡前班嘅師生人數比例為1:8，班級人數唔可以超過24人。如果你嘅托兒機構係家庭托兒，師生比例同班組嘅規模必須要遵照加州牌照局嘅指南。請注意，家庭托兒對嬰幼兒同學齡前兒童嘅定義與中心有所不同。0到18個月兒童師生比例為1:4，18到36個月大嘅兒童師生比例為1:6，3到5歲嘅兒童師生比例為1:10。第5個資格要求係教師資格。教學資格嘅要求亦都會根據托兒機構類型而有所不同。中心托兒、中心主管同課室主老師必須符合相應嘅資格要求。中心主課老師必須要修滿24個幼兒教育或者係幼兒發展學分，並且要修滿16個 GE 學分，亦可以持有 CTC 頒發嘅許可證。中心主管必須要具有副學士嘅學位，並且修滿24個早期教育學分，其中包括6個行政或管理學分以及2個督導學分，又或者持有 CTC 頒發嘅主管許可證，都可以視為符合呢一項嘅資格。請注意，從2026年到27年開始，所有嘅學分必須要經加州教師資格委員會認證嘅教育機構。嚟講講家庭托兒嘅要求。家庭托兒持牌人必須完成12個 ECE 學分，其中包括3個核心課程，一共9個學分。呢3個核心課程分別為兒童發展成長課程、幼兒課程簡介、兒童家庭和社區課程。此外，持牌人仲要有3個指導和監督方面嘅 ECE 選修學分。從26年到27年開始，所有學分都必須嚟自加州教師資格認證嘅教育機構。托兒機構滿足所有5項資格要求，下一步就係要喺加州勞動註冊賬戶上邊上傳相關嘅文件，以驗證老師嘅資格。早期勞動登記處係一個覆蓋全州嘅數據庫，目的係為咗追蹤同推廣早期教育工作者嘅教育培訓同經驗。喺三藩市，我哋仲使用呢套系統嚟核實喺全民早期教育機構工作嘅教職員工佢哋嘅就業同埋培訓狀況，以便以後申請薪酬補償計劃。申請時，家庭托兒嘅持牌人或者係中心主管必須要填寫帳號嘅號碼。如果你跳過呢步，將無法完成網上嘅申請。你仲需要上傳成績單或者係教師嘅許可證，以證明托兒機構嘅主管、主課老師同持牌人符合教師嘅資格要求。如果喺設置勞動力帳戶上同上傳文件需要技術支援，可以到 DEC 嘅網站，根據語言嘅需求觀看英文、西班牙文或中文嘅視頻。請你登錄到 DEC 嘅網站後，點擊全民早期教育並將鼠標向下滾動，就可以揾到詳細嘅教學視頻同操作指南。教學視頻包括創建登記帳戶、查找帳戶號碼、申請管理權限，以及上傳成績單同 CTC 頒發嘅教師許可證。你確定你嘅托兒機構符合所有5項資格要求，並且完成喺勞動帳戶上邊創建帳戶、上傳相關成績單或者係許可證，就可以喺網上提交 ELFA 嘅申請。登錄到 DEC 嘅網站，點擊加入全民早期教育，並將鼠標向下滾動，喺在線
申請按鈕點擊就可以開始填寫申請。點擊加入 ELFA 網頁上嘅申請按鈕後，就會跳到網上申請表。以下呢啲係如何完成申請嘅重要提示。第一，務必完成申請表中嘅每個問題，仔細閱讀所有問題同說明。喺提交前，仔細檢查所有嘅答案準確性同完整性。第二，你需要上傳相關嘅員工成績單或者係教師許可證，所以請確保你已經準備好相關文件嘅電子版同勞動帳號號碼。第三，因為喺申請過程中無法保存已填寫嘅資料，所以請你務必確保已準備所有嘅文件同信息，以便一次過完成申請。如果你對申請流程嘅步驟有任何疑問，請電郵到 johnelfa@sfgov.org， 工作人員會以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為你進行解答。你已經點擊咗申請嘅提交按鈕，接落嚟應該要做啲咩呢？ELFA 申請嘅時間係從4月30號到6月30號，申請人可以參考以下嘅流程。凡係符合資格要求嘅申請人都會收到一條確認嘅信息，告知你嘅申請已成功接受。如果申請人未能夠滿足相關資格嘅要求，或者申請材料有所缺失，我哋會發一封後續電郵，具體告知申請人尚需補充嘅內容。申請人可以喺6月30日前提交所需要嘅補充材料。請注意，6月30號後提交嘅任何申請或證明材料都不將予以受理。流程嘅最後幾個步驟會涉及優先排序類別，我哋嘅工作人員將根據類別對申請進行審查與排序。下邊嘅幻燈片，我哋會逐一介紹呢啲類別，解釋我哋採用呢啲類別嘅原因，以及佢哋將如何影響你嘅申請排序。呢個排序係根據 CPEC 評估需求同 DEC 數據確定嘅優先排序類別。1. 為嬰幼兒提供服務嘅托兒機構，我哋深知三藩市學齡前兒童嘅入托需求已達到100%嘅滿足，但對於嬰幼兒服務嘅要求僅達到16.5%，因此喺分配市政府資金時，必須優先支持目前已為嬰幼兒提供服務嘅托兒機構，以提升解決嬰幼兒服務需求嘅缺口，加大呢個年齡群體服務需求嘅可及性同經濟可負擔性。因為 DEC 認定嬰幼兒托兒服務係當前需要解決嘅最大領域，所以凡已為嬰幼兒提供服務嘅托兒機構將獲得加5分。2. 目前為持有 CalWORK 學券嘅家庭提供服務嘅機構，持有 CalWORK 學券嘅家庭可以入讀全民早期網絡以外嘅其他托兒機構。呢啲機構係州政府獲得嘅學券報銷率低於全民早期教育嘅學券報銷率。為咗建立一個公平嘅體系，重要嘅係呢啲機構已經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務，能夠受益於全民早期教育嘅報銷率、補償同質量改進嘅支持。因此，呢啲機構會被優先考慮，加1分。3. 托兒機構擁有豐富育兒經驗，為三藩市所有家庭提供服務，並且呢啲機構
致力並精於為嗰啲遭受邊緣化、處於孤立並服務不足嘅群體，喺入學準備方面普遍存在不足性較高嘅兒童群體提供服務。DEC 嘅戰略計劃致力於提升所有托兒機構喺文化影響性。我哋尤其關注滿足特定群體嘅需要。凡係機構致力滿足喺獲得文化影響性嘅資源，為兒童入學取得成功做好準備，為面臨最大障礙嘅人群提供服務。凡具備此專長嘅機構將獲得加1分。為兒童有 IFSP 或 IEP 提供服務。有特殊需要嘅兒童喺獲得資源同參與包容性方面往往面臨嚴峻嘅障礙，因此機構具備服務以確診有特殊需要兒童嘅經驗，將獲得優先考量，獲加1分。最高嘅得分為8分。如果出現多個托兒機構得分相同嘅情況，我哋將啟用決勝規則，即係喺得分相同嘅前提下，招收兒童數量較多嘅機構將優先於招收兒童較少嘅機構。接落嚟幾張幻燈片，我哋會解釋決勝規則嘅優先排序。第一個情景涉及兩個托兒機構。A 機構服務嬰幼兒，而且為持有 IFSP 嘅兒童提供服務，目前已招滿生。B 機構僅服務學齡前兒童，可以收20個學生，目前已經有18名兒童註冊。機構 A 得分為6分，因為佢符合服務嬰幼兒同 IFSP 呢兩項優先類別。機構 B 得分為0分，因為佢唔符合任何優先類別。因此 A 機構嘅排名高於 B 機構，無需要進行決勝局。景2，由於呢兩個機構喺優先類別中均獲6分，因此需要採用決勝規則令判斷邊名排名更高。其中 C 機構目前有14名兒童入讀，而 D 機構有48名兒童，因此 D 機構嘅排名高於 C 機構。而家你對優先級別同評分有咗進一步嘅了解，接落嚟我哋睇睇申請審核流程嘅下一個步驟。喺7月 ，DEC 質量團隊將審查所有符合資格嘅申請，每份申請都會獲得一個編號，所有嘅編號將會根據我哋之前所述嘅優先類別同評分體系進行排序。排名表會發佈喺 DEC 嘅網站上。8月開始，質量團隊會按照排名順序依次聯繫申請人，邀請佢哋參加一場說明會，以介紹接落嚟加入 ELFA 嘅流程步驟，亦稱之為質量檢驗流程。質量檢驗流程包括一系列嘅實地考察同埋評估嘅環節，用以核實托兒機構是否符合全民早期教育質量標準嘅核心。請務必明白，入選排名榜單並唔保證你喺本輪申請中一定會被邀請參加驗證流程。DEC 僅根據其內部人員嘅承受能力同排名順序依次推進工作。排名較後嘅機構有可能唔會收到我哋嘅通知。凡喺2027年2月之前未收到
通知參加說明會嘅機構，都需要喺27到28嘅財年申請週期重新提交申請。如果你受邀參加認證評估，屆時嘅說明會將會詳盡解釋評估嘅流程，以及加入 ELFA 網絡所有嘅後續要求。不過，請務必明白一點，即使你嘅機構已經成功加入認證評估嘅階段，並唔意味你嘅機構一定可以加入 ELFA 網絡。各託兒機構必須全身心投入，並且全面滿足認證評估流程中嘅每項要求。DEC 及其專員有權根據質量驗證嘅情況裁定隨時終止其機構喺評估過程中嘅參與資格。我哋明白呢個過程有好多步驟同埋要求，非常感謝你抽時間了解相關嘅內容。如果你有問題，請隨時聯繫我哋。多謝。